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最懂調情星座 Top 3。第一名天蠍座，第二名雙子座，第3名水瓶座。第一名天蠍座，調情技巧指數93分。天蠍座從來唔靠花言巧語，而係透過語氣同眼神去傳遞曖昧信號。語速慢得嚟，聲線低沉，令人難以平靜落嚟。喺沉默與對望之間，製造出強烈嘅吸引力，令到你冇辦法唔動心。第二名雙子座，調情技巧指數90分。雙子座最叻就係用言語牽動你嘅情緒，句句說話都帶住笑意同暗示，聽落好似講緊笑，但曖昧同挑逗之間已經令你心跳加速。佢哋拿捏得恰到好處，曖昧得嚟又唔會尷尬，令人難以抗拒。第三名水瓶座，調情技巧指數88分。水瓶座講嘢永遠唔清唔楚，態度又若即若離，語氣中帶住微妙嘅暗示。一句輕描淡寫嘅關心，一個多留幾秒嘅凝視，已經足夠令人喺心入面反覆揣測。佢哋從來唔會去確認，亦都唔會否認，往往令人越係去諗，就越係上心。你會唔會都係一個調情專家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，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